为着要推广国产的豆仔、番薯、番麦等等，农粮署特别举办野餐活动。除了展示各地头的农产品，嘛有设计相关的体验活动，好多人囡仔拢算甲真欢喜，有食阁有掠。国产的那个红豆有分红蜜、红宝、红玉3种。那像我们今天用到的红豆泥，它就是属于红蜜跟红宝。甲大家绍介台湾红豆品种，为要推广国产优质的杂粮产品，农业部来到新竹举办活动。除了有各县市特色产品以外，还包麻糍体验，吸引不少家长带囡仔来参加。想要让小朋友知道，就是有这类的活动，然后就是会去更加珍惜，就是那个食物这个部分，比较了解大自然的食物东西怎么去做。其实跟他提起说，今天要倒麻薯，他就超开心的。农业部表示，最近几年所推动的大牛村计划，辅导农友生产优质有特色的产品，包括大豆、番薯、土豆以及番麦等等，唔但品质好，而且安全，真受民众肯定。新鲜，然后非机改，非常安全的特色。我们希望透过办理这样的野餐日的活动，可以把这些优质的国产的杂粮，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那在现地就可以直接来做享用。现场设计这款的趣味互动游戏，让大家在游戏中学习到健康国产杂粮知识，也对台湾优质的杂粮产品有更较深的认识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